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晡日来为针对脚臂后背做瑜伽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、2个瑜伽砖，准备开始了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把砖放在墙壁的前面，这样子靠着，放在墙壁的后面。我们的脚跟要踩到瑜伽砖的上面。脚跟先踩好，脚不可以往外转哦，脚趾头要朝向正前方。脚跟踩好，可以往上踩一点点，记得脚跟要很用力的踩下去哦。好，左脚请你往前跨1大步，双手叉腰，吸气预备。好，往前踩1大步。好，在这边，如果你只跨1小步也没关系，我们就再往前就好。后面的脚再慢慢挪也 OK， 没有问题。先把身体站稳是第一件事情。2只手叉腰，把骨盆带回来，转向正前方，脚跟踩下去。好，肚子收上来，下背要伸直，肚子收。把肚脐收回你的脊椎的感觉，双手叉腰，前脚膝盖可以的话蹲低，吸气提起来，把胸口往上，肩膀向下沉，后面的大腿持续往内收进来，慢慢的吸气吐气，后面的膝盖要伸直，腿用力上提，再一次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吐气。后面的脚膝盖弯曲，直接往前踩下来就可以了。很好，我们换边。一样，膝盖弯曲，左脚往后踩1大步，踩到瑜伽砖上。好，脚跟踩好，用力的往下方踩，前脚膝盖蹲下去，骨盆这时候会转过来左边。我们先把腿收进来，大腿往内旋，骨盆往正中间带，2只脚好像往中间夹起来一样，双手叉腰，后面的腿伸直，脚跟踩下去，骨盆收上来，往下蹲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再一次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后面的脚膝盖弯曲，往前收回来。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右边的脚直接再往后退，膝盖弯曲，右脚直接往后踩1大步，往后退，退到脚跟上，退到你的瑜伽砖上，脚跟踩稳，往下蹲下来。好，这一次想要挑战的阿公阿婆一样，我们把手举上来，往下蹲，骨盆收回来，吸气，先把尾骨收上来，腿后侧、前侧都要绷直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往下蹲，手带到耳朵2侧。如果手抬不起来，双手叉腰也很棒哦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肩膀往下放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次沉沉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，手轻轻的不用下来，双手叉腰，后面的脚膝盖弯曲，往前。最后一边，好，一样脚踩好，左脚往后跨1大步，脚跟踩下去，前脚膝盖弯蹲下来，骨盆摆正，
让你的肚脐好像对向你的膝盖，往下，两只脚往内收紧的感觉，后面大腿伸直。准备好了，公阿婆，吸气，双手向上。沉沉的就吸，记得后面的大腿要伸直绷紧。慢慢的吐气，肩膀放松。再一次沉沉的就吸，肚子收上来，让你的肚子离开大腿。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。沉沉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不用下来，双手叉腰，膝盖弯曲，往前，头对轻后。下一个，我们把砖移到旁边来，椅子放到前面。你要放这样子，或者是扶在上面，都可以。双手可以先放在椅背上，前面的脚往前踩到椅子的里面，好，没有踩在外面哦，要穿进去，在椅子的下方，好，两只手扶在这边，好，在这边先踩好。你的右边的脚往后跨一大步，跟刚刚很像，只是这一次我们把脚前面的脚伸直。刚刚我们做屈膝，这一次我们把脚伸直，把右边的骨盆带下来，夹紧。两边的大腿内侧完全的夹在一起，夹紧之后吸气，背打直，吐气的时候从髋关节的地方对折，好像我的肚子要去贴着大腿一样，好像我的右边的肚子要贴着左边的大腿。吸气，吐气向下，眼睛可以看向两只手中间。记得骨盆要带下来，骨盆没有打开哦。左边的屁股向后，右边的大腿夹紧。沉沉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再一次沉沉的吐气。还可以打公阿婆，手肘可以放下来，手肘弯曲。放下来，放到椅子上，让我们的大腿后侧延展的更多。最后一个，沉沉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一手一手撑回来，把自己上半身带回来。后面的脚膝盖弯曲，好，前面的脚往后踩一步，上来。我们换边，换右边的脚进去椅子下面，往前踩；左边的脚直接往后，手撑好，左边的脚往后踩一大步。记得后面的脚往外转一点点，骨盆前面右边的骨盆往后方，让你的左脚踩下去，左边的大腿往内夹进来，靠近右边的大腿。两只手可以扶在椅子上，或者扶高一点也很好。好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视线都保持在两只手中间就可以了。还可以再加深的人，手往下来到椅子上方，沉沉的吐气，轻轻的吐气。还可以把手臂放下来的人，再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现在手肘放下来，背拉长，右边的骨盆再往后，让你的腿夹紧，让右边腿后侧再拉长。最后一个，沉沉的吐气，轻轻的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两只手撑回椅子上，膝盖弯曲，踩回来地板上。头在轻后，动不会哦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分腿前弯，两只脚会打开，可以比瑜伽垫再宽一点点，或者是往外再打开，
也没有问题，根据你自己的柔软度做需要的动作。主要我们要拉展腿后侧，记得哦。好，在这边脚跟可以稍微碰着瑜伽垫，两只脚向外。好，吸气，双手叉腰，肩膀向下，胸口向上。吐气的时候，从髋关节的地方对折，吐气往下，屁股往墙壁的方向往后面延伸，头往前，脚记得踩稳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来，我们的头放到椅子上，加油！背要打直哦。如果你放在这边，背拱高了，那我们就上来，背拉长为优先后，背持续向前。吸气，站起来。好，再一次，我们把脚收回来，让我们的脚趾稍微有一点内八的感觉。双手再一次叉腰，脚要踩稳哦。吸气，往上拎高，肚子收上来。吐气，对折一半，视线一样看向地板，看向你的椅子。屁股往后方延伸。你可以选择把手也是放上来，让你的重心来到足弓上方，屁股向后，肚子往内收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，双手叉腰，吸一口气，我们站起来，抽在胸后，好，轻轻的调息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坐在胸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。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、一条瑜伽绳，或者是长毛巾马做对咯。好，我们躺下来。先坐下来之后，我们把一只脚伸进去椅子里面。你的脚可以穿过去，或者是勾在这边，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脚往下一点点之后呢，我们先从侧边躺下来。这一条瑜伽绳我们要勾在我们的足弓的位置。好，脚要抬起来，往上勾着。好，两个绳子慢慢的往下拉，让你的手臂可以放到地板上。肩膀往上往后，手往下溜，腿慢慢的伸直。如果没有办法伸在这边的话，往下踢，脚靠在椅子也没有问题，但是膝盖不可以弯曲，膝盖要伸直，脚要回勾才可以哦。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，下面的脚没有放轻松，下面的脚也有在工作，脚勾起来，大脚球一样往前踢出去。好，在这里停留，让我们的腿后侧稍微打开，稍微放轻松，不需要太用力，让你的骨盆整个飞起来，不用，放下来，轻松的放在椅子上方，脚跟朝向地板就好。脖子放轻松，视线看向正上方，沉沉的吸气。轻轻的吐气，沉沉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尝试让我们的腿后侧伸展更多，手用力把你的脚提起来，加油，用力。很好，在这里也很棒哦。记得骨盆放下来，屁股要朝向脚跟的方向，手会有一点酸是正常的，因为你的脚比较紧绷一些些，要用手的力量把它提高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
好，轻轻的用下来，膝盖弯曲，脚放松。好，脚放下来，我们换脚，把右脚穿过去，稍微挪一下，把脚钻过去，伸直，然后让我们的左脚膝盖弯曲，身体要稍微抬起来一下，把脚套过去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，我们先把腿伸直，手要抓稳。好，一点点，慢慢的把你的脚慢慢的伸直，伸直，伸直，踢出去。大腿要出力，脚要勾起来，踢出去。在这边，小腿放到椅子上方，肩膀往上，往后放下来，背放平，手肘放在地板上，脚勾。在这边稍微先伸展一下我们的腿后侧，我们的膝盖后面，深深的吸气，大腿要记得出力哦，两只脚的大腿都是非常有力的向下踢，吐气，再一次吸气，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来，脚臂出力，把脚提起来，加油！层层的做气，慢慢的调气，脚臂前背要持续的出力哦，用力的往上提高，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膝盖弯曲，脚放松，绳子也解开来。好，我们直接往侧边坐起来，我们把椅子挪另外一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先坐右脚。好，我们把椅子放到右手边来，椅子大概放在屁股旁边的地方就好。待会躺下来的时候，手可以抓到椅子做调整的地方。好，放好之后，一样我们先侧躺。躺下来，好，下面的脚，待会左脚伸直，所以右脚一样要套上瑜伽绳，一样套在足弓的地方，中间脚往上踢出去，右手请你抓着右脚这个绳子，左手往左边打开来，左边的脚往下踢出去，吸气，脚用力往上推高。吐气的时候，脚往外打开来，放在椅子上方，在这里停留。脚要出力哦，虽然脚放在椅子上方，但是大腿都有在出力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让我们的骨盆放轻松，让大腿完全的插回我们的骨盆宽臼的位置，右边的屁股往左边脚跟的地方向下沉，左边的屁股，右边的屁股不用抬高，右边的屁股持续向地板的方向，向脚跟的方向流下去。还想要把你的右边的腿展得更开，伸展更多的阿公阿婆，可以把你的椅子挪开，把你的右脚往上拎高，再往下放一些些，持续的出力，让骨盆没有翻开来，骨盆没有翻掉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膝盖弯曲，放下来。好，我们转到侧边，坐起来，我们换边。好，一样，脚要套在大脚球这个位置。好，膝盖弯曲，我们从侧边躺下来。左脚往上踢高，放在足弓的地方，往上踢起来。右脚往下伸直，左边的屁股往下放，记得左边的屁股要往
下放，不能提高。脚用力的勾起来往上，左手抓着绳子，右手往旁边打开来。吸气往上提高，吐气让脚往旁边靠在椅子上。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脖子、手都是放轻松的，只有大腿出力，让脚慢慢的向左边打开来。左边的臀部会有一点紧紧的，没有问题。腿发力，让你的骨盆回到中立的位置。还想要挑战的阿公阿婆，可以把椅子往下方挪一点点，让你的手稍微往上提，脚往上抬高，让腿后侧打开，让你的左边的髋伸展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脚放在这边，觉得太吃力了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再放回来就好。往下放回到椅子上就没有问题咯吼。腿一样要伸直为优先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左边的膝盖弯曲。我们把绳子放到旁边，从右边侧躺起来，走得轻后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让下背完全的放轻松，放在地板上。我们的腿刚刚工作了很多，让我们的大腿放松一下。好，屁股往后坐，把我们的椅子放到瑜伽垫上。待会我们的小腿会完全的放在椅子上方，所以我们一样往下坐一点点，让屁股坐在椅子下方，侧躺下来，往下挪一些些，往下挪，慢慢挪，让脚轻松的放在椅子上方，脚放轻松，打开来就可以。双手放在下方，肩膀下沉，背放平。让大腿完全不用出力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让身体的重量完全沉向地板。吸气，肚子向外，下背部向外。臀部稳稳的放回到地板上，吐气的时候，肚脐沉向地板，身体的重量完全交给地板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我们的脚收回来一点点，直接往右边侧倒，躺下来，侧躺，手推稳，坐起来，坐回来地板上，两只脚轻松的交叉坐好就好，双手放到膝盖上方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抽得轻后，动位哦，神梦太嘎。